第2章第1節，天地甲伊一切所有的已經做完。佇第7日，上帝完伊所做的工，就佇第7日休伊一切所做的工。上帝賜福佇第7日，定做聖日，因為佇這日，上帝停伊一切創造的工，就安息。天地創造的來歷，佇耶和華上帝造地甲天的日，親像下地，山野一切的草木未有佇地裡，山野一切的菜水未有發，因為耶和華上帝無落雨佇地裡，也無人通種造迄個土地，總是有霧對地起，輪得變地面。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敲做人，分活的氣入伊的鼻孔，人就成做活的靈魂。耶和華上帝佇東方，佇埃甸種一個園，將所造的人下佇遐。耶和華上帝互逐樣的樹對地裡發起來，好看也好食。佇園的中間，閣有活命的樹，甲分別好歹的樹。第10節，埃甸有河流出來灌壓迄個園，對遐分開做4條。頭一條名叫比順，就是細流佇合肥啦全地下，佇遐有出金，迄位的金是真好，也出珍珠、碧玉。第2條名叫基訓，就是細流佇古實全地下。第3條名叫希底結，就是留佇亞述的當時的。第4條就是伯納。耶和華上帝將迄個人下佇埃甸園，來種造固守。耶和華上帝吩咐迄個人講：園內逐號樹的果子，通隨意來食，總是分別好歹的樹，伊的果子毋通食，因為食的日，你的確死。耶和華上帝講：人單身家己住毋好，我要甲伊做一個幫贊的，來匹配伊。耶和華上帝用土做山野逐樣的走獸，以及空中逐樣的飛鳥，帶到迄人的面前，看伊要稱因什麼名。既然伊所稱逐樣活物的，就做迄個物的名。第20節，迄個人就甲一切的精星，甲空中的飛鳥，甲山野一切的走獸，攏號名，總是找無一個通做迄人的幫贊來匹配伊。耶和華上帝予迄個人困當眠，伊就困，就摕伊的肋骨一支，包密伊的肉。耶和華上帝就將對迄人所摕出的肋骨，做成一個查某人，帶來就近迄人。迄人講：但這個是我骨內的骨，肉內的肉。要稱做查某人，因為伊是對查甫人提出，所以人要離開伊的爸母，結連伊的某，因就成做一體。翁某兩人邊邊褪北體，也無見效。